对，是山边啊啦，啰嗦啊。较好啊啦。嗯。迄乞食吼是歹命人，淡薄本领哪有要紧？对啦。来，这3文钱分你。多谢吼，互你大趁钱哦，多谢。哎，老岁，这个王先生的第三囝婿吼，是真歹命呢。就是安尼。乞食就是乞食啦。也想讲哦，要去甲人将军。 看堂安尼得一粒功劳，通好做官无？也得结果。就是啊，人讲吼，生死有命啦，富贵在天啦，这个袂免讲的，对无？就是安尼，甲无迄个命通好做官，就是无迄个命通做官啦。对啦。结果吼，伊伫战地，去死伫遐官兵的手头。就是啊。有啊，大哥，你讲是什么代志？是？无啦，阮是吼要来甲你讲，相国夫人来啊，因叫吼嘛已经过草桥啊。阮母亲是安那会突然间来咧？就是要甲你讲。大呀，你毋是叫我毋通讲，你讲吼，莫互三弟夫啊，袂想要伫因老母还袂来时，就大声哭。你家己公公要转出来，免使讲，我莫讲。大哥，你讲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你哪会唔讲啦？无啦，弟夫啊，都讲阮两个吼是有那咧摇啦，摇讲夫人一定也是为着这桩代志来。什么代志？无啦，飞弟小等下你就知啊啦。对。哎呀，
夫人甲大小姐来哦，咱店遮我看无方便，咱来小后壁秘籍。好了好了，行行行。哎，母亲，大姐，二姐，想袂到恁会来看我。啊，今日要来说坐。厝内哦，实在足歹势，遐济人。拄则我就带一寡滚水，我来泡几杯仔茶互恁食。茶底吼是我亲手去办的，虽然无咱上午遐尔香，啊，毋过哦真鲜呢。我泡2杯仔起来，互母亲你食看卖啊吼。是啊，三妹，平西大军已经班师回朝啊，而且西人国也已经写行书、行表、行符啊。不但是安尼哦，恁大姐夫这嘛已经封为定国公，啊那恁二姐夫哦，这嘛官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掌握全军的兵权呢。要那安尼四郎是封什么官？伊哦。 大姐，四郎到底是封什么官？大姐，母亲，骗鬼，骗鬼已经战死3场。三妹，四骗鬼哦。 是死在西凉国一个女将的手头，这是恁二姐夫亲目睭看的呢。三妹啊，无错，三妹啊，小姐，小姐，三妹，小姐，三妹，小姐，无错，小姐，无错，小姐，无错。
车，没错，让老头子带我死，没错了，放我死，千万袂用去轻生，死拢已经死啊，我哪有什么希望？无你教尔，倒转来去上府。我唔倒转去，三妹啊，阿爹早都无怪你，你还是甲我倒转来去上府。无错，你教尔倒转来去上府，你教尔食，教尔困，甚至你若无爱见你无你，你什么人都免见。只要你陪阿娘就好。母亲，阮前世啊，万世啊。相负责，保存一世，迄个世家里。三妹，你何必死守？义分撇归，无传愿做世家鬼，我领手下着比文辉。是啊，小姐，迄个夫人为你啊。不言，如今人世难相见，叫命如何？关心嘛是的，迄个彩球招亲，离珠山，出家就不再回还。求命不免再相看，思你切行，
敢才是死伫个山顶，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你会倒来着。是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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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咯。拄则明明听去像宝钏伫叫我的声音，莫非我是伫做梦？并西凉大军已经回调，只有敢若我还未倒转去，宝钏一定伫咧挂念，我立刻就要回到中安社去。这什么意思？无啦，四将军啦，督军公主讲，若无伊的命令，你就袂用离开梨花宫哩。是啦，啊，你会使到这个宫内吼，啊，随便行都袂当出去咧。嘿啦。这算什么是太客之道呢？分明是要将我拢禁性命去。是什么人？亦是四贤后。参见公主。是。四将军。早甲老实甲你讲，我的父王是有意要招你做驸马，所以四将军，你就免想要倒转去中安城咯。我袂答应。唔答应？你若唔答应，我就立刻将你处死。哼！我四平贵，敢是咧贪生怕死的人手？唔惊死？哦，你虽然是唔惊死，也毋过，你敢真是无辜害无辜的百姓，受到兵灾之苦心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若答应我的本事，我将你处死了后，我就立刻发动10万的大军，离厝攻打玉门关。公主用这种方法来逼四平贵答应婚事，伊要来肯安心留点的西凉呢，伊一定会逃走，伊一定会找机会逃走。